思维各种这寓意而修无常。总的思维节制增减也是无常所谓的这个闲结以及暗结以及边结等一切的这些怎么说呢？那个增或者是减形成或者是消失，这些一切都是一个无常的之中。在王羲最初解释天空无有日夜，所有的人会全部是自身发光，他们以神变在空中行走，身高可大，数有形，以甘露为食，幸福美满，可以天人相比为。然而由于众生的烦恼和不善业的缘故，所以我们从这里讲人类的这些这都是佛陀所讲的这些的人类的变化跟这些衔接与暗界或者是一切界限的这种增跟减跟它的变化，一切都是事实。从这样讲，我们曾经呢就是在王羲的这个最初阶的时候的人类的这个身体的身高跟它的这种神通力各个方面来说，那现在我们在历史上看得出来的很多的旧迹，那么这是人们特别怀疑的人类那个时候怎么样子这个是做出来，就像金字塔一样的那些是实际上不是存在什么问题的。人类的本身就是人类众生的变化所以就是那个时候的一切的众生不是现在一样的，人类的寿命也是不像现在那么的短，那么在身高也是不像现在那么的差，或者是在各个方面，就像今天在这里面所讲的一样，那么就是他们天空也没有什么日夜，因为不需要什么日夜所以自己的身体就是带着光的，然后他们以神通在空中行走，就也不需要靠什么其他的交通工具，然后就是空中在自己神通靠神通就是可以行走，所以不需要飞机，不需要燃油然后不需要为了燃油争夺地盘，什么都不需要那个时候的。那这个时候是为什么那样？那个时候的人类的共同的福报够共同的福报比现在好很多，所以就各个方面就不一样。那肯定那个时候一个人的身高都是有这种数有形的这么大的这么高的，那力气也肯定就是不一般的嘛。所以呢，今天我们如果是看到一个古的建筑历史的一个记载，就是说那这个可能是人类做的，不可能是人类做的，这些问题就是实际上是不存在的。所以在过去的一些那个在历史上留存下来的一些物质，相当就是一些兵器，那这个来说也是有些真正的历史上有人使用过的这些兵器，那现在的人能够可以使用吗？完完全全就是动不了的。那么这些来说，一个剑或者是一个刀或者是这些的重量或者是这些，那现在这个地球上有没有人能够可以在非常方便的使用这样的一个重量的武器？那就相当也可以说已经不存在了。不存在什么？那个武器还是存在，但是能够可以使用这个武器的人不存在。那为什么那个时候的人跟现在为什么不一样？那个时候只有一个出现过，只有一个那么一个人，那现在完全没有吗？那也不能这样说。但是人类都是人类，那个时候的人类的力量寿命都是不一样，因为福报不一样。所以佛陀所讲的就是越接近末法时代，众生的共同的福报也越来越减少寿命也越来越减少，就是这些都是事实的情况。那为什么福报减少呢？我们这里也是有说嘛，就是众生的烦恼和不善业的缘故，人类的各种福报逐渐衰变变成了
如今这种的状况，现今人们的烦恼也是越来越粗重，所以福德越来越减弱，寿命越来越短，最后这人数10岁时，各种疾病、战争、饥疾等灾荒恶减摄性，难瞻不住的大多数众生濒临灭绝，仅剩下少数众生，弥勒菩萨所实现的化身，为他们弘扬断除杀生的妙法。此时人类的身高为1肘左右，人数增为20岁。那么现在我们据说是在100岁的时候，就是人类的寿命，过去就是8万数或者无量数，一直减少，寿命减少一半的身高也减少，能力也减少，福报也减少。福报减少跟身高减少、寿命减少的原因是烦恼越来越粗重。所以呢，就现在呢，就是我们很明显的可以看得到，现在已经到了50、60岁的中年人都一定是会看得到。刚是从我们自己小时候到现在的人类的这个贪心感、人类的欲望、人类的就是这个信任度有没有减少，人类的贪心有没有增加，人类的各种各样的这种恶行有没有增加，这样看的话就明显的可以看得出来。那么这些变化也是并不是说当我们出生到现在的这个几十年的时间里面有那么多的变化呢，并不是，一直都是这样变化下来的。那么在所有的这些老人们都说，哎呀，我们这小时候什么，你们就这里不行那里不行，现在的人这里不如那里不如，那么多的那个花都是有道理的。因为确确实实就像我们的爷爷他们小的时候不是这个样子的，整个的社会那现在呢就是已经是又完全不一样了。再接着过就是相当就是我们的下一辈子，或者是我们在到老的时候都有完全不一样的。所以这些都是不一样是什么样子？这是一种自然的变化，变化是自然的，但是变得好与不好是完完全全就是看人类的这种欲望跟人类的贪嗔痴、人类的烦恼所决定的。所以我们怎么说呢？现在是100岁的人类的寿命是100岁的，主要是，但是我们就是现在真正的在这个地球上能够获得100岁的有多少？那可能是100年前有多少获得100岁的，现在有多少获得100岁的，然后以后会有获得多少获得100岁的会有多少？这样去看的话，现在在这个人类世界上获得100岁的也并不是很多。像比如说在有些是最健康的国家，然后平常都是非常重视健康的，就像日本等等，有些地方就是寿命就是比较长一点，但也是少数的人就是寿命更长，但是大多数的人并不是说是都是100岁以上100岁以上。那么除了这样的几个地方以外，那整个的地球上有多少人能够可以超过100多岁的？那么从这个人类的整个的数量相当，比如说在70几亿的人口当中呢，那么从它的百分点或者千分点来比较的话，那就是大多数都是没有办法获得100岁这样的一个时间，就是要渐渐的就是降下来的一个时间。那么这样即使福报也减少，寿命也减少，身体的身高也减少，到最后的时候，那我们现在100岁的这个叫一卡的这个高度，相当就是一卡的高度，到了人的寿命10岁的那个时候呢，就是要一卡的高度。那10岁我们这样想，那就是如果是一个人当出生到死亡之间只有10岁的话，那我们从现在一个用10岁的小朋友的概念去看的话，那是不对的。因为我们10岁的一个小朋友来说，他可能没有什么就是太大的这种概念嘛，但也是到了10岁的那个时候，都是战争各个方面不断的大部分都是战争、疾病的这些。他10年的过程当中，就是足够有他就是过一个非常痛苦的这样的一个不幸福的时间的一个就足够的一个时间，就是众生的感受就是这样。一个众生的寿命也不能代表说他痛苦的时间长与痛苦的时间不长，
因为一切都是以自己的感受而产生的。所以今天如果是一个蚊子或者是一个蚂蚁刚出生了，那么人类的1天不到的时间它死亡了，但是它足就是一生当中的一切感受都是有足于就是能够感受的时间都是完完全全是存在的。所以我们就因为人类的时间是什么样子，它什么时这些是不好说的。但是到了最后10岁的这个时候呢，就人的身高只有这样一卡高，这个你们这个叫什么？名字叫什么？这个1尺还是1手是什么？好，没有是可以。那你们有没有用这个来比东西啊？历史上啊，有吗？啊，1掌，对对对，就是1掌啊，1掌的高度啊。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1掌是这个，就这样的。然后这个时候呢，就是有出现了弥勒佛的一个化身，会出现弥勒佛的这个缘起，就是来了一个弥勒佛的化现，然后让人类守戒啊，守一个戒，什么戒？不杀生的戒。因为呢，就是很多人收持了这个戒，很多的人类就是收持了这样的一个戒，又是开始一个佛法的存在，也可以这么讲。所以就是就最后就是又增长了20岁，寿命也是长达20岁，然后身体也是那个后来呢，就是逐渐的又要就是怎么说呢，又一点一点的就是增高了，然后变成这个叫什么？一肘。1掌1肘是吧？1掌1肘所以就功德就是这样来的，业力也是一样的，业力我们就越来越造业，所以众生都是越来越下去。那么那个后面的，那这个前面已经是很多的时间。我想断除杀生妙法，因此此世人民的身高为1肘左右，1肘，然后好，人逐渐增至人数增为20岁。而后逐渐增至人数8万岁此是护主弥勒菩萨出世实现成佛转大法论，这样凡夫增减满18次以后，当一切众生寿命达到无量岁时，由圣界佛出世。其注释数量是前面贤劫千佛数量的总和，饶益众生的事业也等同于千佛事业的总和，最终此劫会灭尽。所以观察，所以应当观修这些无有任何很长恩谷，对吧？不是，我看错字了，那个对，我翻错页了啊，不好意思啊。饶益众生的事业也等同于前佛事业的总和最终此界也会灭尽。所以观察戒之增减也是不远不离无常的本性所以就是所有的这个戒贤劫也好，暗劫也好，都是会
过去的，这些过去的增与障，就是要增或者是减，这些一切都是无常的。从大的方面来说的话，分别观察四季转变，就是四季的转变，我们这是非常清楚的，这也是一种无常。夏季是所有的草地一片青翠，雨水犹如甘露般普降，一切众生也享受着幸福安乐的生活。各种五颜六色的鲜花争奇斗艳，绚丽多彩，犹如天际。秋季时，适时的冷风将绿叶变成黄色，所有的花杂也地动如石，结水成冰，寒风凛冽。虽然与许多马路而寻找也得不到像夏季时生长的一朵鲜花。如此，夏季秋季如此春夏秋冬的变化，此地出现那么这里面讲的就是四季的变化，相当就是在宝珠仁波切当初在讲的时候，那么在这本书主要就是在藏地写的，那就是以他藏地的四季的变化为主要的。然后这本书里面也有这些，就是有些呢就是在藏地的这个牧区，宝珠仁波切所接触的大部分是牧区的，所以就牧区他就是以为了牧区的人为主要写的，有些那个在藏地的农区的人有点听不懂的也有那种，所以这些来说呢，就是四季的变化，如果是在一个热带的地区来说呢，就这个变化就不会是那么的大，但是在藏区高原那些地方来说呢，确确实实是一到秋天的时候呢，就完完全全天色也变，然后就整个的地也是变，都是会变成黄色。那夏天是最好的一个时候，然后夏天呢就是到处地方就是绿地，然后就是各种各样的鲜花等等，这些都是存在的，而且呢就人们生活也是很好的，就不光是人们，就是其他的动物那些也是夏季的时候是最好的时候。那么一到秋季或辛苦的，然后就是在冬季的时候，然后在西藏，如果是真的近嘛，去好几天的路也是找不到一朵夏天的那种鲜花，因为那是四季的变化，都是一样的无常。自本作人着刚着我